喂，今日唔係偷懶啊！今日咧係嚟到咧我哋嘅保利珠江天悅睇佢呢個咧內港灣動工儀式，因為咧期待已久嘅內港灣咧今日咧正式動工啦，到時咧我哋嘅業主們咧一收樓就真正享受到港灣生活啦噃，即刻飛咗航拍帶睇下先。通過喺保利珠江天悅嘅首部咧，就見到內港灣地塊咧已經悄悄開工，而作為廣州主城區唯一具備天然灣型嘅水岸地塊，白鵝潭國際內港灣一直都係備受矚目嘅。隨住今次內港灣嘅實質開工睇嚟港灣生活好快就實現啦。而作為內港灣 C 位嘅濱江豪宅保利珠江天悅真正享受到270度 IMAX 光景，你都咪話唔犀利。舊年能夠做到每次開盤都售罄，就知道大家對呢種江景豪宅嘅青睞啦。而項目最近都迎嚟新組團嘅加推，142方4房能夠做到700米江岸線景觀。想要了解更詳細資訊，歡迎後台 DM 我。